来看高雄市的劳工局最近甲一湾三都商圈附近的国民主体提供出租3房2厅，一个月只要3500块，上久会当来睡8档。中人是指出讲，附近差不多的厝一个月租金拢至少要1万块，国民主体是真优惠。最近伫个高雄前镇区一心2路县顶的劳工租赁客体有3房2厅，虽然无家具，毋过会伫简单整理装修了后才出租，全市28平，每个月只要租3500块。除了这区，还佫有9路、4路的劳工客体嘛要出租。劳工局经管了174户的劳工住宅来提供劳工朋友租赁居住。那今年我们释出了空户有25间。劳工局表示，只要符合年满20岁，实际伫个高雄市满半档，受过伫个高雄登记设立营业人的事业单位等条件，就会当来申请。有鼓励月底要抽签，上长会当租8档。连男子的套房也都要5000，对啊，所以3500算便宜。以前吧，我大概只租2房1厅1卫就要1万多块了，对啊，然后现在也只是租一个套房就6000块了。如果以同样的条件啊，在那个区块，原则上至少现在都要1万5。哦，如果说物况好一点，至少要到2万。裸体租金3500块，为民国89年开始就无去过。房仲认为3500块的租金，有当时含雅房拢无一定找得到，会当租到规层的空间，真正是非常会合。毋过伊嘛建议，民众若是有抽到，伫咧签约进前，就要先确认厝内的状况，若是有异状，就要随来反映，才会当互家己住了更加安心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准报道。